因为进口量的问题，这消费者拢讲要买台湾的，所以因为这国内供应量也未稳定，台北市两商工会宣布，对今开始要起2块，批发价来到55块。农业部表示，讲尊重这市场机制，未来也会锁定这泰国、澳洲等国家的进口鸡卵，啊，若这过期的进口鸡卵会提去做肥料，也会制定相关的 SOP。 透早多人走去传统市场买鸡卵，都惊能够继续起价，因为进口鸡卵受后期甲改标这情节影响，买起落车。消费者买国产鸡卵需求增加，因为买国产卵有较安心。我就不想买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近就是都有说臭鸡蛋的关系。 土生土长，已经吃我们这个东西比较习惯，而且我们台湾东西都很好吃，都很新鲜呐。台市两商工会表示，这么部分县市下发营养午餐禁用2节，国产壳卵因为维护供应，为维持产销提速，鸡卵产销业界进行开发决定，2月开始卵要起2块，批发价起到55块，自备产地介绍阁起到45块半，产地价甲批发价拢重回今年的新高点。 进口单人家不要买啊，没有排除啦，要看市场机制再决定啦。在进口鸡卵部分，台农信兴卵品公司因为拒绝提供进销的单，有流向不明记录，互高雄市卫生局各处400万，各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进行亚党会表示，调查会若迟迟无提供进口卵品的流向，会罚3万到300万，而且佫会连续罚。 如果说台北市政府有查到任何就是有涉嫌错标或是流用的部分，我相信畜产会应该会本于他的任务跟职责，来全力来配合办理。针对国产鸡卵起价，农业部表示尊重市场机制。目前国内鸡卵产量依然无够，未来进口鸡卵会锁定泰国、澳洲这国家符合台湾食品卫生条件。另外，过期进口鸡卵会全部转做农业准备饲料来使用，也会制定 SOP 流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